上帝求你帮咱我，希望你拄着有现在咱的心，春的心就呼吸破壁，求你赞我更新愿意，应靠你。好，然后这个后面呢？后面我会介绍作者，大概1分钟哈，依琳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唱那个另外一首诗。就是要唱。哦，对，那个作者介绍之后，我还会说再唱一次，那个570，都是1、2节。哎，我没有跟你们讲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现在唱那个另外一首诗。这个有前奏吗，依琳？好，你要几节的前奏？不会太低哈，全部都是在低。我的心心啊，你就落耶和华，伊是创造万民的主宰。哦，我的心心啊，你就落耶和华，世间万民拢就落你。春夏秋冬，四季变换，咱的主每时每刻在看顾。伊答伫咱后路，开大声称颂伊。我的心心啊，你就落耶和华。从头再一次。我的心心啊，你就落耶和华，伊是创造万民的主宰。哦，我的心心啊，你就落耶和华，世间万民拢就落伊。春夏秋冬，四季变换，咱的主每时每刻在看顾。伊答伫咱后路，开大声称颂伊。我的心心啊，你就落耶和华。春夏秋冬。春夏秋冬，四季变换，咱的主每时每刻在看顾。伊答伫咱后路，开大声称颂伊。我的心心啊，你就落耶和华。我的心心啊。我的心心啊，你就落耶和华。OK， 谢谢。后面就是把它慢下来。加我的心神。那你等一下。我的心心啊，你就落耶和华。好，我们从 B 再开始好吗？好。春夏秋冬，四季变换，咱的主每时每刻在看顾。伊答伫咱后路，开大声称颂伊。我的心心啊，你就落耶和华。我的心心啊，你就落耶和华。心心啊，要不要4拍给他？
我的心想你的欧了呀，我1、2、3、4，然后再慢这样子，就是最后一句看要怎么弄才会接。我的心有3拍就蛮好。星星啊，你的欧了呀，是啦，一样是了，好不好？哦，3拍进是不是？那变慢一点点。好，第4拍进，然后最后一句变慢，这样子。谢谢。练一下。好。好。意大利兰俄勒，开大声称颂伊，我的心心啊，你就好了呀。我的心心啊，你就好了呀。我的心心啊，你就好了呀。好，这样可以哦。谢谢，你们要加油。test 冥想，好吗？test，OK。
各位兄弟平安，真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搁一摆来倒来到上帝面前，咱三脚来敬拜伊。咱今日状态是我较无共啦吼，这就是这礼拜是中秋主日，就是受难周的开始。中秋主日加在咱住伫山边啦吼，所以医生长老时间若到，就对山顶做这个中秋节落来吼。无市内教会可能有当时要做中秋节，完啦无遐简单啦吼。所以中秋主日就是主要为咱受难的开始，所以咱入过来一礼拜，咱特别为着这件代志，咱来纪念主伫咱面顶的恩典。咱今日嘛是小朋友甲咱做伙做礼拜的日子啦吼。所以我真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遮侪小朋友伫遮，做一个学生有法度甲咱做伙来做礼拜，来练习，是讲来这个参与伫咱的礼拜内底，所以咱嘛为着这来感谢。好，咱三脚头来祈祷。阮的天父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礼拜日早起时，你互阮通组织，伫遮设立这个这段来敬拜你。自伫2000几年前，当你骑着驴仔，伫中秋节的脚担进入耶路撒冷，诚做和平的人群，也开始你为阮受苦的一个路站。主，阮要为着这来感谢你，阮也要为着这来纪念你。主，阮嘛要感谢你，互阮教会有侪儿童小朋友伫阮的中间。参与阮的聚会，互阮有一个新的一代来继承阮的信仰，继承阮对你遐领受所来的恩典。主，阮要为着这来感谢你。那今日我们开始伫遮开始阮的敬拜。主，求你安静阮的心，清净阮的灵，互阮只有家己小拄。这时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咱搁做伙组织伫遮做伙来敬拜。天气的多变化，请咱爱保重咱的身体。伫咱做礼拜之前，咱要来练习咱今日的诗歌，请咱掀开圣诗241首，恁着感谢上主之大。咱唱第1节甲第2节就好。570首。主上帝，我坚固石磐。咱同款来唱第1节甲第2节。主上帝，我坚固石磐。兄弟。
歌是美国一个真有名的女诗人芬尼克罗斯比伊所写的。伫伊的人生90几年中间，拢总写了8000几条。这对咱一般人来讲，就已经足无简单。但是伊却是对细汉就失明90几年的一个女士。其实伊的人生并无平顺。伫伊细汉的时，因为医生伊的治疗无拄好，互伊失明。伊的爸爸伫1岁时就已经过身。当伊大汉结婚了后，伊生一个查某囝，嘛是足紧的就过身离开伊。伊的一世人已经拄着足侪苦难，但是伊同款犹原足坚信主。我毋知影，咱的人生有比伊较好，咱一直拢看会到，是毋是？咱同款会当像伊安尼，对基督做伊的坚照，互伊对信仰愈坚固，对伊的人生，伊将来无怨叹。而且伊阁感谢上帝，因为互伊拄着遮尔济苦难，伊今仔日才有遮尔济神奇的生活甲日子。感谢主，咱同款伫咧遮，咱辛苦上帝，希望咱同款甲咱的生活坚固在基督中，互咱会阁较平安。咱阁来唱第1节甲第2节。主上帝，我坚固着我，帮赞我，可最关大保护所在，扶持我，谁就会向那存红红，主必成就大事无踪，让你心黑暗为交工，人保护，小心用都无会推光，第三日，主上帝求你帮赞我，希望你有个有在咱一心，最近谁就不起保庇，求你赞我给心专一，天靠你。真水的诗歌，真侪诗歌拢是足感动人。一定要有足侪人来创作。咱后面这条是咱本土化的郑明堂老师，咱来唱《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》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，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。哦，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，世间万物拢着学乐你。春夏秋冬，四季变化，咱的主每时每刻在看顾。伊答伫咱学乐，开大声称颂你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。对头，搁唱一遍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，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。哦，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，世间万
万美拢着落伊。春夏秋冬，四季变化，咱的主每时每刻在歌讲。伊答伫咱河路，开大声称颂伊。我的心心啊，你着好乐耶和华。春夏秋冬，春夏秋冬，四季变化，咱的主每时每刻在歌讲。伊答伫咱河路，开大声称颂伊。我的心心啊，你着好乐耶。我的心心啊，你着好乐耶和华。我的心心啊，你着好乐耶和华。请咱安静咱的心，进入咱的礼拜。主的百姓啊，咱着因心敬拜，欢喜来迎接咱的王。看伊徛如来，人话和散那，伫主的名内得着恶乐。咱也中开嘴赞美，欢喜来迎接，因为伊是王，也是为咱受苦的救主。今仔日咱进入伊的殿，着存感谢甲敬畏的心。来敬拜永活的上帝。这时，请咱做伙来吟诗、新圣诗241首，新圣诗241首，领着感谢上主至大，领着感谢上主至大，主爱永远伫咧。开伊的门，予我近我，虔诚感谢献祭。请起立吟全首。感谢上主至大，
请坐。这是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死，埋葬罗营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就天。搭坐伫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共的教会，信徒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请咱做伙来启应，伫新信息的后面，启应文。63篇，也是希伯来书11章，这是我来刻，请大家来用。信是对所毋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。对信，咱知宇宙是对上帝话创造的。对信，阿必该运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。虽然阿必已经死，对信，以路无经验死，受牵线去上帝遐。以路受牵线以前，已经予上帝认定接纳。因为亲近上帝的人，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。对信，若啊对还未看到的事，有听上帝警告。对这个信，伊顶世间人的罪。对信，阿比拉罕收掉去得要亲手做产业的第时。才会人通过因的信，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。伊的旨意是爱，才会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。请主理学来献诗，因要献的诗是何珊娜。
这时请刘医生丢落来得讲。两位兄弟平安。最后甲大家做阵吼，你会发现唱歌，吼，因进步足多哦，吼，因伫下骹唱的时阵吼，较轻松，但是伫这个所在现的时阵，因真正是甲迄因的歌声献落上帝。啊，这是咱伫这个所在咱要来底讲，但是伫底讲之前呢，我要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大家若想到看到尼尼微城，你会想到啥物？尼尼微城，伫咱圣经的中间，你会想到啥物？罪恶，啊，佫有无？先知约拿。好，小朋友，看到尼尼微城，你们会想到什么？想到你。想到那个城，对，这是一个古城哦，是一个非常大的城，亚述的城。亚述国的城，好，然后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之前有讲过约拿的神迹嘛，我们有讲过约拿大鱼，好，然后他去尼尼微去宣告上帝要灭绝尼尼微，然后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全国悔改哦，从国王一直到驴子、牲畜，通通禁食、穿麻衣，真正的悔改，并且呢，告诉所有的人说他们要远离恶事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那时候有讲过，约拿的神迹是圣经里面很特别的，这个先知是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他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城，跟以色列人好像没有什么关系，好，甚至是可能是一个敌对的国家，就是对他们不是那么友善的国家，然后去那个地方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让约拿很不开心的事情就是，上帝居然原谅他们，上帝居然没有把他们灭绝。好，原因很重要。第一个就是他们全国悔改哦，全城的人都悔改，没有一个人没有悔改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他的下集，因为我们在读约拿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说啊，这个约拿先知很奇怪，就是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好。尼尼微城，他们后来就是我们在历史上常常看到的，就是亚述帝国。好，那当他们全城悔改之后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上帝没有处罚他们，对，因为悔改嘛，对不对？但他们也是因为他们跟上帝许愿说他们要做好的事情，他们不再做那些坏的事情。好，然后呢，时间慢慢的经过。这个亚述帝国越来越强盛哦，到我们今天要讲的那鸿先知的时候，经过了大概150年，这个国家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。说非常强大，大概大家比较难想象，有点像现在的中国或者是美国，够大吧？很强大，他们的领土非常的大，他们一直打仗，一直到地方去建立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。那你知道吗？他们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他们一直往外打仗的结果，他们把北国以色列灭掉了。南国犹大还在。好，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先知的时候，南国犹大还在。先知那鸿他是一个北国的人哦，北国以色列的人。因为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掉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今天台湾被人侵犯、被人统治，我们曾经被日本统治。好，当我们被攻击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能逃离台湾，我们会不会逃离台湾？可能会哦。好，有些人就逃了哦。所以当时北国以色列人，我们简单2分法做成两种状态。一个状态就是当亚述帝国来的时候，他们能跑，所以他们就逃跑了。
逃跑到周边的国家去。好，那鸿先知是其中的一个，他就投奔了犹大，因为是他们的朋友嘛，他们的兄弟嘛，所以他们就跑到犹大来躲藏。然后有一部分的人呢，被亚述帝国人抓走，对，当奴隶。你那个时候当奴隶是很可怜的事情，当奴隶就像我们买东西一样。上礼拜有没有去二手市集？他们可能就在二手市集买奴隶，50块一个。我们上礼拜有买到就知道，很便宜嘛，非常便宜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奴隶是战争的副产品，就是强壮一点的可能卖贵一点，然后如果虚弱一点的可能卖便宜一点，小孩可能也卖便宜一点，因为你小孩还要养啊，慢慢养大了才能用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成年人，像老师这个样子，可能就会卖贵一点，然后我可能就是需要去挑石头之类的，那我可能死得比较快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战争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那我们刚才讲到了，在约拿时期，亚述帝国的那些尼尼微城的人说他们要做好的事情，他们跟上帝说，所以上帝原谅他们。但是他们成为大帝国之后，150年之后，他们有做好的事情吗？没有。他们抓奴隶，以奴隶取胜。当他们举办宴会的时候，他们就找几个奴隶出来，一人发一把刀给他们，说：“你们只能活一个人。”他们都是兄弟姐妹，就是可能是以色列的人，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。他们就在那个场上，像在斗牛竞技一样，然后只能把对方杀了，为了自己能活下来。然后他们以此为乐。然后他如果看到说，你们家有那个国家有很美丽的什么东西，很简单，我就带了兵，我就进攻他，我用军队去进攻，进攻完了之后，那就是我的啦。所以他们透过这个强大的战争，他们抢了很多东西，他们变得越来越富裕，然后他们开始去进行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敬拜跟一些游戏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上帝兴起那鸿先知要说什么？要说什么？不知道。你觉得要说什么？好，请那鸿先知帮他们祷告一下。很好，我们的主日学生真的是很柔软。这时候，上帝兴起那鸿先知很有意思哦。他不是再去尼尼微城哦，他也没有去亚述帝国哦，他是到南国犹大，跟犹大的这些以色列人讲说，犹大国这些以色列人讲说，上帝一定会站在你们这边，上帝一定会帮你们讨回公道。好，这个先知不再去跟亚述帝国的那些人说些什么，因为之前约拿已经说过了。好，但是这个时候他是逃到南国犹大，然后在这个地方跟南国犹大的人讲说：好，没有关系，上帝会跟你们同在。好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因为他是个逃难，所以这有一个图，就是说他在被追杀的过程当中，就在树林里面到处跑。这个就是慢慢的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如果遇到像这样的东西，是一个痛苦的事情。好，那鸿先知，那鸿这个名字主要的意思是安慰。好，就是当我们在约拿时期，我们不知道亚述帝国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，但是上帝已经知道。在这个时候，那鸿先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也知道到底约拿那时候的意思是什么。好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在这个地方，上帝重新让他们知道，他安慰他们。那鸿先知只有3章，跟约拿记一样，就是很短。他主要讲3个东西，就是跟尼尼微人喊话。为什么？因为尼尼微人他们就在城外了，他们来攻打犹大，他们准备要把犹大也吃掉。他们很喜欢战争，因为战争可以得到很多的财富，可以得到很多的奴隶，然后可以得到这个被占据的地方的生产。他主要有3个东西，第一个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灭亡了。但是对于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来讲，你跟他
你看起来很弱的样子，你跟他讲说你要灭亡了，我想他们不相信。第二个，他们就是对尼尼微发出警告，就是你们之前答应过上帝的，你们要做好事情，你们要公平的对待人等等的这些东西，你们没有做到。最后呢，第3章是非常有趣的，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翻翻圣经，里面很详细的告诉了亚述人，你们将要如何灭亡。他们的敌人巴比伦跟马代人，就是用那样的方式把他们灭亡。所以上帝真的很奇妙，上帝可以看到很后面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在圣殿里面敬拜上帝的时候，当我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信心，因为上帝跟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会拥有力量，因为上帝是掌管这一切的。但是另外一个部分，我们也从亚述人那里学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要遵从上帝的话，就是我们在主日学学的，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，上帝喜欢我们怎么做，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有需要这么做。因为我们如果愿意跟随，我们就不会像亚述帝国的那些人一样，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之后他们就换成他们成为奴隶，他们可能就出现在奴隶市场。这个就是一个过程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我们把约拿跟我们今天看到的那鸿书，这2个地方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大家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跟随我们的主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金句。台语的部分我们来读2次，我们一起读哦。来，预备，来。耶和华是好，伫患难的日，以最为首。各捌遐的挖苦伊的人，那鸿书第1章第7节。耶和华是好，伫患难的日，以最为首。各捌遐的挖苦伊的人，那鸿书第1章第7节。好，华语的我们也念2次，预备来。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那鸿书1章第7节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那鸿书1章7节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你真的是掌握时间、掌握一切的主。在我们读约拿先知的约拿书时，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为什么你要派一个人到尼尼微城，去呼吁他们要悔改，呼吁他们要远离恶事。我们真的不清楚，那究竟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？跟随你的族群有什么关系？但是到了那鸿书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亚述帝国将要强大。主啊，如果他们听你的话，他们以仁慈待人，这个世界将会变得不一样。但我们跟亚述人一样软弱。当我们有能力，当我们有财富，当我们觉得我们无所不能的时候，当我们的眼中没有你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做各种坏事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也求你让我们从这当中学习。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，是要去帮助别人；当我们强盛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多行各种好事，也让我们能够随时把我们的眼目望向你，听你的教训，学习你的律例，让我们在这世上成为荣耀你的人。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时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的天父，你是牵制阮恶路的上帝，阮敬拜你，因为你差派主耶稣做阮的王，行如正离耶路撒冷，才受人的敬拜，
也行死机家的路。主啊，阮知影阮时常得罪你，阮追求世上的权力甲金钱，我靠世间也过我靠你。阮失去对你遐来的信心甲平安，阮认罪，求你赦免阮，洗清阮一切的罪过犯，叫阮专心归你。主耶稣，感谢你为阮的罪受苦，你无躲闪死机家的痛苦，是为着要救赎阮。求你帮助阮，确实反悔，行你所欢喜的路，赐阮有谦卑的心，甲你上款有顺服上帝的旨意的心。恳求圣神引带帮助阮，互阮一生行主的路，直到永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这时，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士师记第8章22到28节。以色列人对基甸讲：“你已经救阮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甲你的囝、你的孙管理阮。”基甸讲：“我无要管理恁。”我的囝也无要管理恁，独独耶和华要做恁的王。基甸阁对因讲：我有一项求恁，请恁逐个人将所唱的戏还互我，因为对峙是以实玛利的人，才有一号紧的戏还。因讲：阮甘愿互你，就出一领外衫，逐人将所唱的戏还写伫迄顶面。基甸所讨的鱼环重1700克的金仔，这以外，阁有细麻的砖塔、甲鱼堆、甲紫色衣服。米甸王所有的甲骆驼、安军的链仔，基甸用这个制作一个衣服碟，写伫伊的本城乌菲拉。后来以色列人拢去遐行谢营拜伊，这是做害基甸甲伊全家落网。安尼，米甸复活伫以色列人袂阁遐去头骹。基甸会立迄个地方太平40年。这时，请科博士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向来砥砺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面前，阮感谢你。伫中秋主日，阮知影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伊毋是要做王，伊是要带来救赎。愿主互阮用欢喜得条的心来迎接主耶稣基督。嘛看顾阮伫今仔日，阮要对士师记中间来领受你的话语。愿主亲身帮助阮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啥人要来砥砺？透过今仔日士师记第8章内面，虽然基甸讲毋是我要砥砺你。咱来想看卖，伫咱生活的即个世界，也是讲过去以早甲现今，伫任何的组织团体，拢有治理也是管理的阶层伫个。
这治理也是管理的阶层，会因为迄个时代的背景的无共款，会有无共款的运作。这个运作会影响到这个团体，也是这个组织。不过，咱知每一个团体也是组织，伊有一个宗旨，迄是袂改变的。除非当时的管理者会做出无共款的调整。我想过去这礼拜是一个真特别的，若有注意到这个国际的这个政治也好，也是有注意到这个国际这个经济也好，咱讲台湾的股市吼出现两届收盘，开盘就收盘，听有迄个意思无？就是一开盘就跌停，就收盘；一开盘就涨停，就收盘。这是因为伫世界顶面美国总统的一个做法，美国对世界影响是袂改变的。总是这个总统的政策伫每一任的中间，伊做法方向来影响到咱整个的世界。看起敢若是伊咧整理治理这个世界，总是什么人在治理呢？咱对士师记第6章、第7章，咱看到。以色列人阁惊耶和华目睭中所做歹的代志，耶和华就将因交伫米甸人的手中7年的时间，因就呼求耶和华上帝，耶和华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欺压。咱对第7章内面嘛看到，基甸人带着300个勇士。打败了米甸人135000人的军队。其实这个真清楚显明着上帝替因咧征战的，是上帝所实行的拯救。太赢了后，其实基甸人甲以色列人就开始要面对各种的挑战啊。因为打赢了后，伊脱离迄个受苦的日子，因的生活的方式拢无共款啊。因要建立一个新的生活，因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次序。那呢，因要安怎处理，才法度稳固大家的心，来享受太平的日子。咱看到伫第7章内面，记录着伫基甸的引带下骹，互米甸的大军因烧台，然后因死伤无数。出咧约旦河迄个渡口去，虽然有拿弗他利、有亚瑟、有玛拿西，因做伙起来咧对立即个米甸人，总是基甸有缘派人去到以法莲的山区，去请求因的支援，要阻断米甸大军的退路。所以咱看到圣经咧描写，以法莲人因就组织起来，守调着迄个约旦河的渡口，果然掠掉了，而且杀掉米甸的2个领袖，就是俄勒甲西伊伯。以法莲人参与着这个战争，不过以法莲人却责备基甸。因为因认为基甸为什么无将因要攻打米甸人这件事，就是真早就甲因通知，互因会当一开始就甲因参与做伙。虽然咱看到以法莲人真明显参与伫对抗米甸的行动的中间，但是因却认为家己互基甸排除在外。所以，咱看到基甸煞接咧处理因的埋怨的时阵，其实基甸处理啊阁袂歹，证明了伊是一位会当处理即个冲突的领导者。因为伊讲，原本上帝就无要互以色列人认为靠因家己的力量来杀赢米甸人，所以基甸伫即段对话中间。咱会当讲伊有谦卑，伊讲，连以法莲人，恁所做遮的成就，
已经超越我带这300个人所做的一切啊！以法的人互基甸所称赞，基甸将这个功劳荣耀互以法的人，所以以法的人就无搁对基甸来受气啊！基甸带了300人渡过约旦河，其实这个时期伊已经真忝啊！伊犹原继续咧追猎着米甸王西巴甲撒母拿，伊咧追这2个人。基甸甲这300个勇士，其实因真忝，阁枵，所以就伫苏挂这个所在，用苏挂这个徛起的百姓来请求因支援，请求支援。我毋知你去全联的时阵，拢会定定听到，伊咧请求这个支援，因为伊知伊需要别人的帮衬，互因一寡面包。互因有体力，会当继续去对立这个对敌。但是苏挂的领袖却甲伊讲：我为什么要提供这食物互你呢？我为什么要提供阮有的这食物互你的军队呢？你也无掠到米甸人的王啊！基甸真生气，伊讲：好，无要紧，等上帝将这2个人交伫我的手了后，我要用旷野中间的刺片来甲恁相拍。了后，基甸行到伊比努力，向因提出同款的要求。遐个人的回答甲苏挂的人同款，所以基甸甲因讲我会平安转来。那迄个时阵，我要拆毁这个城。伫基甸的军队甲米甸人的战争的中间，咱用人的角度来看，敢若这一路基甸对一开始去到米甸人的军队的中间，敢若无上帝真正伫因的内底亲身出手来拍这个米甸人。但是当基甸的军队咧忝的时阵，上帝其实甲因同在呢。虽然基甸伊一路拢咧找求在地的资源，迄是因为基甸认为伊若有提出这个请求，就应该会得到人的回应。因为伫进前，伊咧找求其他以色列支族的时阵，拢有得到回应，而且这个回应是人拢出来甲因做伙咧相待。但是这个时阵，伊敢若要求讲，我需要的是食的食物尔，却得袂到任何的帮衬。基甸互因拒绝啦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咱若用资源来看，伫你过去的日子内底，你捌需要别人来支援你吗？你需要别人来支援你吗？我就想起对过去我细汉到大汉所受的教育内面，迄阵阮这代讲出来你就知影我的年纪啊吼。阮这代讲不能输在起跑点上。迄阵阮受到教育是不能输在起跑点上呢。那呢，你要一个人去达成你的目标呢？所以过去这种的观念一直影响着我。伫我做兵的时阵，我无需要甲人有真多合作，我只要完成迄个长官交办我的代志，安尼就好。出社会，我做汽车的咧卖车的即个工作，我嘛无需要甲别人有真多的即个交陪，我只要完成摕到订单交车，安尼就好。照着公司的规定，一步一步来完成，无需要其他的别人来帮衬，我就会当摕到我迄个月奖金吗？其实到后来我才知影，毋是安尼呢，毋是安尼呢。因为伫完成每一个工作的过程中间，一定拢有需要别人伫边仔甲你协助，安尼才法度完成你每一步公司所规定的即个进度。因为帮衬你的人，
无一定是你开喙的时阵，伊才会出现。有时伊早就备办伫迄个所在。订单摕到，我要将订单送入去公司，要有人帮忙作业，要有人帮忙将车辆确认，要有人帮忙将这个车辆整理又好，要有人帮忙去监理所领牌。其实毋是我一人会当完成的。那呢，咱想一下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什么时阵需要别人的支援呢？上帝互咱每一个人，其实拢有无共款的恩赐。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才能。上帝互咱每一个人会当直接去面对咱生命中的挑战。总是伫咱面对挑战的过程中间，有时咱无法度赢过这个挑战。就是讲，这个少年人会讲啊，你著卡关啊，你著卡伫迄个所在啊。那呢，当咱卡掉的时阵，咱就需要请求支援啊。不过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有时讲我会当，所以咱常常拢无愿意提出请求支援的需要。这个有可能是因为咱的民主的问题，惊讲我若提出了后，人若甲咱拒绝啊是安怎？咱惊讲我甲你要请求讲你甲我帮赞，结果你甲我拒绝啊。其实咱毋免惊，互人拒绝，咱互人拒绝嘛，毋免有情绪。迄是因为咱个人可能认为，我向你提出一个请求，是因为你有迄个能力。你有迄个才调，你有迄个资源，你会当帮助我。总是咱无想到，有可能有伊的困难的所在。所以咱爱知影，当咱请求别人的资源的时阵，得袂到回应的时刻，咱毋免互迄个失望、受气的情绪所影响，致到咱对对方有误解。也有可能是。咱无请求这个资源，是因为咱毋知要安怎提出迄个需要，也是用什么人来提出。那呢，这种的情形下面，我想咱会当先安静咱的心，用另外的角度来看家己，就是看到家己真实的处境，然后判断分析家己真正的需要。就是伫安静的中间，看到上帝伫咱每一个人身躯顶，迄个稳定疼痛有啥物？简单讲，就是伫即个时刻，诉说上帝的稳定，然后互信心来引出。我相信，上帝会一定互你得到你所需要的。今仔日士师记中间记载着基甸只有300人。伊继续咧队列即个对敌，对敌当因入到即个边对着因的时阵，还阁有15000人对着即2个王。基甸因干那300人，基甸找求人的资源，无人要甲因斗相共，因真忝啊！大家阁看因无，认定伊入袂着，所以呢，基甸就为边仔去攻打缅甸人的军兵，基甸带这300人，是因为因无惊吓。基甸伫即个时阵知影上帝咧使用伊，所以就无用任何的计谋，无任何的想法，就直接为迄条边仔的路就路去哩。迄条路若用华语讲，这是一个带伫帐篷的一条路。帐篷的路，住帐篷的路，所指的是迄个时阵有侪牧役商，因要行往迄个城市的中间，因伫路边所搭的帐篷，是一个人口真聚集的所在。但是这300个人虽然忝啊，但是因冲去，因拍赢敌军这15000人。就互因拍败啊！
所以因拍赢毋是靠着策略，是靠着上帝。基甸拍赢了后，其实伊有一个心，伊的内心是当作家己是王。迄个时代人其实拢知影，嘛看会出来。所以以色列人对基甸讲：你既然救阮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甲你的囝儿孙来管理阮。基甸回答因讲：我无要管理恁，我的囝无要管理恁，只有耶和华管理恁。其实这是一个真无真实的话，因为基甸伊的内心，咱会当安尼想，伊可能伊真想要去甲管理。但是伫迄个时代，以色列人无立王，以色列人伫迄个时代也无王，所以伊毋敢。但是伊是一个士师，士师伊是一个军事的领袖。伫普通的时阵，伊会使伫以色列中间做一寡判断。所以其实伊若用伊士师的身份，伊是会当管理以色列的。当时的人嘛愿意跟对伊，但是伊无。看起来基甸的回应是真谦卑，但是咱若看基甸伊的囝的名阿比米勒，伊迄个意思就是伊的老爸是王的意思。所以基甸伊的内心，伊认为家己是王，所以有圣经学者讲。伊的回应是一个假的回应，是一个假的谦卑。虽然伊家己想要做王，所以伊就做了一件代志，就是将迄两个米甸王伊胸坎前的迄个月牙摕起来，家己戴，将对着身躯顶王顶面的象征的物件摕来放伫家己的身躯顶，那亲像家己是王共款。所以，伊阁做了以弗得。以弗得是伫当时咧敬拜上帝中间真重要一项物。即个以弗得是咧敬拜中间所爱穿的。那呢，以色列人拜即个以弗得，就成做基甸全家的罗网。基甸无要管理，伊却制造以弗得。互人来跟对上帝，其实是当时的会幕已经互人咧敬拜上帝啊。但是伊将以弗得设立伫本城，迄是因为伊无安全感，伊爱用以弗得来掠条百姓。表面上讲无要管理，但是伊阁惊百姓离开。所以咱看到伫第8章内面咧记载着基甸。咧拍赢了后的作为，其实拢无为着上帝咧做见证，颠倒是反出一个基甸，伊的表现是骄傲自大、残酷无情的自私，所以伊是一个有一寡报复的心伫个中间。那安尼来看，基甸真做一位士师，其实伊会当有即个领导权，伊会当有即个管理权，总是伊无。基甸咧做士师，咱看伊一开始，伊所做头一件代志，就是拄偶像。但是伊打败米甸大军了后，伊无尊迎上帝，伊反倒转是制造偶像出来。即时的基甸。已经毋是当初互上帝呼召的基甸，也毋是当初迄个有惊吓、无信心的基甸。即时的基甸是真做一个追求自我的管理、甲偶像崇拜的基甸人。所以有神学家咧讲，基甸是一位有下士的士师，就是即个所在。无论安怎。基甸抑阁是上帝所竞选呼召的士师，伊互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管制。基甸在世的时阵，以色列人有太平的日子40年。我想伫即个整个的过程中间，
基甸悠远伫上帝保守看顾内面。咱每一个人，咱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敢有可能陷落伫即种基甸的错误的内面呢？基甸是得胜的，总是伫伊个人的生命中间，伊无得胜。迄个问题是，因为基甸得到胜利了后，伊就停止甲上帝中间的互动。也就是讲，当基甸咧面对甲米甸人的战争的时阵，伊甲上帝中间的互动，上帝帮助伊面对一开始伊的自卑，互伊的信心无够，互伊的埋怨，拢以上帝应证来建立伊个带领伊。所以，咱看到基甸的一生，伊拢一直咧面对即个问题，总是伊无赢过即个失败，毋那是基甸的失败，而且互全家甲以色列人拢陷入即个困境的中间。那安尼来看，咱毋是干那讲咱注目看伫上帝的面前尔，咱敢赢过外在的环境。甲咱会当看到遮个对敌，毋是干那外口遮尔，还佫有咱内在。咱若无赢过咱生命的问题，无赢过即个内在的对敌，咱若无对付即个内在的问题的时阵，那呢，迄个会影响咱侪的代志。上帝将基甸放伫士师的位置，互即个以色列国太平40年。咱看到基甸是有即个气力会当保护以色列的，但是伊的心态、伊的决定，却祸害着以色列。士师记虽然是咧记录着以色列人背离上帝的约，然后因为因的呼求，上帝兴起人搁一届来拯救因，但是基甸一届，伫在世进前。就将拜偶像带入到以色列百姓的生活中间，而且阁延续到后一个世代。士师记要甲咱提醒的是，对了会不停咧循环。这个不停循环中间真重要，就是因无单单敬拜上帝，就是因无专心侍奉上帝，就是因无完全顺服伫上帝内面。基甸的事件带来悲剧，也是这个真残暴的这个画面，是因为一切人无敬拜上帝，无敬畏上帝，无去遵从迄个救因脱离对敌的上帝。但是咱爱知，上帝一直甲咱同在，上帝互咱会当得胜。所以，咱莫互咱的生命陷落伫即个困境的内底。只是，也是你即马当咧艰难的中间，咱嘛爱记的一件代志，就是互上帝来治理咱，互上帝来治理咱，然后将主权交伫上帝手中，互家己成做上帝所欢喜的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，愿在外在世界的影响，其实拢无法度阻挡你对阮的疼。外在的环境会影响阮，总是主你的话伫阮的内面，帮助阮牵调着你的应允。愿主亲身看顾阮每一个人，阮每一个人的内心。过去拢有一寡伤，也是有一寡无拄好的，恳求上帝亲身管理治理阮，互阮对付阮生命中迄个无好的，互阮完全顺服伫你的面前。求你来管理阮每一个人，互阮遵趁着你的命令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这时，请咱来唱回应的诗，诚信诗570首，诚信诗570首。主上帝，我坚固石盘；主上帝，我坚固石盘，帮站阮，靠做悬台保护所在，扶持我，世上危险若尽风雨，慈悲信手，踏实帮助，定你时的安稳照顾，因保护，请大家起立应转手。请坐，这时咱来奉献。
请做，这是我来报告。伫报告的内心，咱做伙来读经句2解，请。毋通因为做歹的人心内不平，也毋通怨倒行不义的人。诗篇37篇第1节，毋通因为做歹的人心内不平，也毋通怨倒行不义的人。诗篇37篇第1节。欧洲的圣光分担，领唱是郑娇执事。苏内是李尔伯执事，苏景是苏云为姐妹，苏宪熙是信寡队，苏宪是施心宇执事跟谢依红执事，交代是施心宇姐妹，施心宇执事跟林春豪弟兄，音控是曹明祥弟兄跟张信群弟兄。礼拜三的查经祈祷会是泰泽的祈祷会。主理是科布斯。后礼拜2的第1个礼拜，题目是3天了后，主理也是科布斯。伫后第6页的教会消息的报告，第1点是本主理下晡伫教会的2楼有。交代同工的训练，甲台语的领诗的训练，请同工要注意时间。第2点是主理学今仔日要开会，请同工嘛是要注意时间甲地点。第3点是即礼拜3伫教会2楼有泰泽的祈祷会。8点开始，请大家闭眼心来参加。第4点是即礼拜5，嘛是伫教会2楼有举行圣诞日的联合圣餐礼拜，请大家会使来参加。第5点是后主日是国外节的联合礼拜。第6点。教友团体组有举办理财的讲座，时间是伫5月11号的下晡1点，请大家会使来参加。第7点是亚华礼拜，请一路长老来报告。有关这个亚华礼拜，小可补充报告一下吼。咱今年要伫5月25日来举办啦吼，要去到3星啦吼。咱往常是1年是1天的，过年会变成2天的，以前是安尼。即马因为咱礼拜做咧讨论吼，第一住宿吼，即马费用真悬啦吼。第2就是讲，咱教会即马老大人，大家渐渐较济吼，出远门出久吼。较无安心啦吼，所以即马阮是目前是调整转来讲，拢去1天就好啦吼，所以最好大家了解。大家若感觉后摆因为有个人嘛甲阮讲，阮就是要互人带才要出远门吼，所以无要紧，大家要是有意见吼，咱再来会使来参详，会使来调整吼。咱即摆的行程吼，看到第9页吼，主要是去甲。迄个3星教主要要去安尼吼，就是早起时是去3星教会礼拜，甲因的会友大家做伙来即个组织。主要3星教会真大间，但是目前会友大概20几个人咧聚会啦，所以咱中昼会甲因做伙食午餐，类似buffet的即个形态啦下晡是去即个叫做新宝冲体验农场，即个体验农场大概有3个活动。第一个活动挽葱啊，甲做葱仔饼，这是伫咱即届的500块的报名费用内底啦。有一项就是讲动物喂食，你若要去饲动物的160块爱家己付啦，这教会无处理啦，无包括伫咱的报名费内底。你有的小朋友可能对这有兴趣，所以这个160块家己付，其他费用是包括在内。咱下晡会搁去。
或者天颂碑的林铁文创园区啦吼，搁有暗顿啦吼，暗顿是去到这个所谓大人哥烤鸡哦，听讲这嘛是宜兰最出名的烤鸡啦吼，所以这咱下暗6点半转来到台北，吼，所以大概行程甲大家安尼说明，咱有订2台游览车，吼，有订2台游览车，这互大家了解一下，好谢。好，第8点，请大家家己来看哦。今仔日敢有无？好，只是咱互相来请安。游玩来唱，祝福的诗、诚信诗395首，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。因诗线，请牧师来教导。
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甲盼望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袂倒。礼拜只是已经结束，请愿上帝祝福大家。